在地上大条来关心，去年10月份，伫台北市的内湖，有一个查甫人驶车经过无青红灯的路口，去弄到第斑马线的婴车，造成婴车顶悬2岁囡仔脑震荡。啊，毋过嫌犯呢，弄到人煞做伊走，警方找到人的是一个定亲加毋知。这个案件即马检方已经依法起诉，嘛希望法院爱判重刑。一台黑色的轿车伫路口倒弯，拢无打动啊，去弄到塞红婴仔的车，弄甲正大力。红婴仔车驶180度，啊，毋过轿车弄着了后，伫原来所在停几落秒，煞来煞吹油门逃走。现场行路人大家拢带一个红婴仔车顶2岁的幼囡仔，嘛行甲妈妈好。错了就错了，你就承认。但是我觉得他的态度是非常的嚣张的，就是想要用红包的方式包给我孩子。其实我听到这个时候，我还是很气愤。接到通知了后，廖小姐甲囡仔紧送急诊，诊断有小可脑震荡，就惊对囡仔身心发展有影响。报案提出告诉了后，佫控告肇事驾驶无会唔对的态度，甚至佫想要呼呼的当作无代志。业经本分局积极查处，依公共危险罪移送地检。去年10月，这件事故伫台北市内湖，伫无青灯的路口，警方顺线抓到涉案姓朱家的查甫人，50多岁，伫科技业做处长，讲伊唔知影有弄着，不过以上地检署了后，也是有人提起公诉，检方佫建请加重伊的刑责。其中肇事逃逸部分，被告系故意对儿童犯罪，另请法院依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加重其刑。路口无停让行人，今年1月至2月，全台湾取缔15000外件，台北占3800外件，新北原来超过4200件。驾驶无守法，毋但会当罚，造成别人伤亡，原来会面临刑责。抢警抢通行，敢若害人害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